菩萨，大家下午好。我用普通话讲，待会讲课可能会普通话跟广东话一起。袁教授知道你们听广东话会比较方便，对吧？其实现在听普通话都没问题了，是吧？所以待会你全部都用普通话好了。谢谢各位今天来参与我们东林净土学院的创校演讲系列。刚才有人打电话到普贤讲堂来问，那不是东林净土学院不就应该要在东林念佛堂举办吗？怎么到普贤讲堂来举办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环境好嘛。当然，东林念佛堂也很好，只是说因为方便，我们地铁这样子过来，方便大家来出席，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普贤讲堂、东林念佛堂、观音讲堂都是同样的一个系列，是我们宽运大和尚的道场，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不分彼此。所以未来你们虽然常常在普贤道场这里做法会或是参加活动，改天你们也可以到东林念佛堂去念佛。那你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七，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有佛七，打佛七。好，如果大家要精进的话，好，那我们言归正传了哈。今天我们第一场讲座，就是为了我们东林净土学院，就是东林念佛堂那里所创的东林净土学院，因为他现在呢跟泰国的摩诃朱拉隆功合办了一个硕士课程跟本科的课程。好，当然现在是送教育部在我们香港教育局在做审批，本科已经批过去了，硕士课程还在批当中。好，那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做招生，因为要全部批过去的时候才正式招生。但是我们学院会有一些学术活动就开始展开了，好比今天就是第一场的讲座，由我们袁教授来跟我们讲。我们在这个海报上，我想大家也看到，他要讲佛教的幸福，所谓的佛陀的智慧蓝图。好，今天所要讲的最主要的内容是这个。我们这5场的讲座都会深入浅出，好，不会用很学术的方式去讲，但是我们也不会离开所谓的所讲的东西都会有所依据的，这样来跟各位交流。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可能桌子也排的不是很够，不知道竟然来的差不多都坐满了哈。下一次我们排更多一点哈。好，希望下一次你们继续来共襄盛举。我们第2场是蒲承宗教授，第3场是广信教授，第4场是我讲，第5场是我们杨勋居士来讲。好，我想海报上面都有。那么我们绝对是场场精彩的哈。那我常跟我们的，尤其这里也有我们东林念佛堂的福田班的同学哈，福田班就是去那里当义工啊。如果你们普贤这里义工当的不够的话，东林念佛堂可以一起再去做义工。我在给他们义工讲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不管什么样的法会或是怎么样的讲座，都要多参加。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叫做多闻熏习啊，也要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不断的进化。好，在古代里面来讲，只要有法师去讲经说法，40里方圆之内都要赶快去听法。但因为现在是网络的方便，在网络上就可以直接这个学习到这个法义哈。那不管怎么样，共聚一堂才是最殊胜的。你们知道，共聚一堂，它有它的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讲，它的磁场是不一样的。它的法界是不一样的，好比大家共修念佛一样，所以大家共同在研习经教。尤其今天由我们的袁教授来带领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香港袁教授的讲经说法是不在话下了，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对不对？好，信手拈来无私道，好，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的第一场就由我们的袁教授来开场。好，谢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待会是不是袁教授会给他们半个小时或者20分钟 Q&A 对吧？所以我不能够占他太多时间，他只有1个半小时。好，那我们现在还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袁教授。好，谢谢袁教授。我说冷静，教授说的。现在我们有请蒲教授蒲承宗教授，他是我们东林净土学院的课程主任，大家鼓掌。
是是是的。呃，各位菩萨，大家好。今天就只讲2句，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嗯，欢迎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课程啊将会非常的系统，深入浅出。呃，现在主要是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只要一旦批过了，有興趣的就大家可以酌情考慮啊。謝謝。好，我哋非常感恩陳教授。陳教授而家係喺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嘅一位知名嘅教授嚇。另外蒲教授咧亦都係香港大學嘅佛學嘅教授，仲有係港興教授，大家睇海報睇到啦嚇。仲有係崔教授嚇。咁所以咧陣容係不容置疑嘅。嗱，今日咧係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頭先陳教授都有同大家簡介過啦。今年開始咧，東林淨土學院嘅成立將會咧得到泰國摩訶朱拉隆功大學嘅一個合辦嘅位置合辦一個大學嘅課程。咁大家知道啦，喺香港裏邊弘法咧，或者係學習佛學咧，長久以嚟咧都係比較缺乏正規嘅佛學課程特別咧係可以符合一個大學嘅學術嘅一個框架。咁過去咧係冇嘅。咁今年咧可以講係一個歷史嘅先河咁我哋係好感恩寬宏大和尚發呢個大慈悲心為我哋咧去鋪設呢個善緣。咁呢個學院咧喺今年開始9月，大家記住咯，9月好快嘅咋剩翻半年左右嘅時間9月開始咧就會正式係開學噶啦，9月份我們會正式開始這個課程在香港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歷史性的一個階段，就是以前我們學佛學呢都沒有一個大學的一個規劃一個學術的一個規範，但在香港今年開始呢我們有了我聽大和尚我聽大和尚的一個備願佢嘅備願佢係好希望咧將我哋學院咧東林淨土學院咧係進一步咧係辦成一所乜嘢佛教大學。佛教大學大和尚的備願是希望把我們學院慢慢一步一步走出一條路來，變成一個佛教的大學在香港沒有佛教大學，過去都是居士我們辦這些一些社會的一些學院自動的自發的來弘法這個都很好，做了很多貢獻但現在呢我們社會越來越開放了，佛教也要進一步走入社會大眾生活裏面所以呢就應該得到更廣泛嘅一個認可，同唔同意咁我好相信呢各位讀佛學信仰佛教呢係一定係好希望呢可以有一個有規範嘅學佛嘅路徑，等自己呢讓自己一年一年的讀上去。讀幾多年讀幾多年大家你哋想讀幾多年讀佛學咧學佛學咧就冇話幾多年㗎呢個係一生嘅功課嚟嘅，但係你要完成一個學位你要完成一個學位，總有一個時間的一個長短，4年 OK。 但這個課程很好的它除了你學佛學的理論以外，一般我們在大學裏面講書教學，大家讀一個碩士或者其他的學問都是理論比較多，有時候比較怎麼樣，比較悶一啲悶一啲 OK。 但我們這個跟泰國這個朱拉隆功大學合作，等一會我再講2句關於他的一些背景，很厲害的非常厲害嘅呢個大學嘅背景。這個課程它的前3年是讀一些學科為主，但3年之內都有很多實踐性的
一些內容，比如說譬如舉例會有禪修嘅一個理論課同埋實踐課 ，OK， 亦都會喺泰國派遣呢啲咧大學教授全部係教授級嘅嚟到香港咧特意咧去教我哋咧去禪定嘅理論同埋係實踐。嗱呢個就非常之好啦。然後咧又有一個實修嘅一個課後嘅實踐喺最後一年又會俾大家咧去做 intern， 唔係要你嗰年出家OK， 如果你嗰年可以出家咧，恭喜你如果你可以出家一年這是你的福報 OK 不需要出家，但你可以在寺廟裏面，在東林西方寺在普賢在我們法住去做一些 intern 一些實習，跟佛教弘法工作有關係的，願不願意不願意的舉手，肯定沒有人舉手的嘛就是大家都願意要去實踐，把佛法融入生活中，將佛法融入生活，對唔對佛法一定要融入生活，唔能夠淨係知識概念，不能夠只是知識概念。剛才說這個大學有幾多年的歷史你們知道嗎？這個大學有幾多年的歷史？呢個大學有幾多年嘅歷史有幾多年嘅歷史咁快你將個答案講出嚟嘅明年140年，明年140年，它是1887好像1887年成立的所以大家呢，這個大學是泰國最高的皇家嘅佛學大學，所有在泰國正式出家的一些主要的這個系統裏面主要的僧人都一定要在這個大學裏面念書的裏面教書的都是很多都是出家人都是高僧都是教授，所以大家咧要珍惜呢個機會。同埋咧，我都附帶一提除咗呢個4年嘅學位之外咧，仲會係有一個碩士嘅課程碩士嘅課程咧就係2年，1年半咧就係讀書嘅，半年咧就係做實習嘅所以你哋咧以後咧學佛嘅路咧就會多姿多彩，非常豐富而且咧非常之豐盛，內容咧好充實好規範恭喜大家恭喜你們以後咧有一條非常豐盛的學佛的路。好啦，咁介紹完呢個背景之後咧，我哋就要開始今日嘅講座啦。咁希望大家咧容許我坐低講好嗎？因為我要撳 PPT 今天是2月28號3月7號呢是蒲教授剛才出來跟大家見個面就是會說人生的法則，就是業力、因果與命運的思考然後3月21號第3講是廣信教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的一個資深的教授就是會為大家講佛教的情緒管理然後第4講呢就是剛才我們看過了陳教授為我們開場的也是陳教授大家知道嗎？是我們的東林淨土學院的院長好，大家要給多一點掌聲感謝他的付出帶領，沒有他沒有我們這個學院的今天的這個歷史的里程碑好，4月11號呢陳教授會跟我們分享心願持名，就是信願持名淨土法門安心之道淨土法門的安心之道非常期待。然後4月18號我們非常榮幸請到楊勳居士永分居士為我們講這個題目領袖的藝術，佛教智慧與現代領導力呢個領導嘅藝術，佛教智慧與現代領導力大家咧就 mark 低好晒呢幾講嘅時間啦，到時咧就準時嚟出席好，咁輪到我今日咧就要開始同大家係講解啦。好，
嗱，講解之前咧，我建議你哋咧就盡快影低佢咯噃嚇。點解咧？因為香港東林淨土學院嘅成立咧，將會有好多招生啊、入學啊、課程啊等等嘅資訊，會有很多招生入學啊，然後課程的種種的資訊。請大家把這個二維碼嚇，左邊是 WeChat， 右邊是 WhatsApp，OK？你把它拍下來，然後呢，你進入這個群組WeChat 是一個群組 ，WhatsApp 是一個單對單的一個連接。那麼以後你有什麼問題呢，你都可以得到最 update 的一些資料啊。等一會我再展示一次現在先講我們今天的內容。好啦，嗱，今日嘅內容呢就如下香港東林淨土學院創校講座。佛教與幸福人生，佛陀嘅智慧藍圖。嗱，呢個題目咧就點啊？夠晒大啦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內容咧就只能夠咧集中喺佛陀嘅一個人生嘅主要嘅關鍵經歷裏邊今天我們集中在佛陀的人生的關鍵經歷裏面，我把它歸納成7步。佛陀是經過7步成道。7步成道，7步成道成道一般我哋話佛係得到無上正等正覺，對唔對佛經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其實我哋回顧佛嘅一生咧，佛嘅覺悟咧唔僅僅只係得到無上正等正覺。我們回顧佛陀的一生，不單只是得到了最高的正覺，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佛陀得到的是4層4個層次嘅覺悟。所以咧我會將呢個題目咧咁樣去演繹7步成道4層覺悟，7步成道4層覺悟。7步成道係嗰個過程，經歷咗7個關鍵嘅經歷，經過7步關鍵的經歷，然後我們回顧佛陀一生或者他程度的這個偉大的人生的突破，看到佛陀其實是得到了4層的覺悟，每一層的內容不同，每一層嘅內容唔同，有4個層次嘅內容，恰恰好非常之奇妙非常的奇妙。這4層覺悟可以通出去，通到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可以通出去，通到去大乘佛教。喺義理上4個主要嘅系統，呢句話比較長就是說佛陀4層覺悟的內容恰恰可以通到大乘佛教裏面佛經、大乘佛經義理上4個大的系統這個大的系統可以回到佛陀一生的覺悟的4個層次裏面找到它的根據。大乘佛教有4個宏大嘅義理系統一般我哋就唔係話4個噶。如果你睇印順法師佢嘅講法咧，主要就係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仲有乜嘢就係般若中觀咯3個其實唔止3個。我哋一陣間咧會喺內容同大家去講解。咁我咧就會分2個層次講第一個層次先講如來嘅7步成道，但係唔係淨係講佛傳，我哋必須要喺佛陀嘅7步成道嘅傳記裏邊咧，或者經歷裏邊咧，睇到對我哋嘅啟發。學佛唔係淨係學一個客觀嘅理論知識，同唔同意學佛唔係科學嘛，科學係一個客觀嘅理論知識，學佛必須要回到邊度？回到生命，尤其是回到自己嘅生命。學佛不只是一個客觀的理論體系，它更重要的要回到我們生命內部，幫助我們成長，幫助我們覺悟，同不同意？離開這個根本目的的佛學都是外在的所以你睇到佛陀本身就唔係一個理論家，佢甚至乎唔係一個哲學家，佢甚至乎係唔會參與當時流行嘅呢啲思想性嘅討論
佛陀不是一个哲学家，佛学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根本不会参与当时流行的很多思想性的讨论这些理論，他拒絕去評論這些理論。我們看佛經看得很清楚的。好我哋而家咧就分兩個層次去講。第一咧係佢嘅七步成道。第一步當然就係佢誕生喺加比羅衛國，作為太子，亦即係悉達多嘅身份，作為太子在王宮裡面出生。好，我們看到太子在王宮裡面的一些表現，他跟平常一般人非常不同，佢跟平時一般嘅人係非常之唔同嘅。一般而言，你生喺皇宮，特別淨飯王啊，他的父王淨飯王對太子的愛護，呢個愛護愛念愛護咧係有原因嘅。大家讀佛傳知道，因為當時太子出世咧，得到先人嘅預言，呢個人將來只有兩個可能。一係就成為轉輪聖王，只有兩個可能，一個可能他成為轉輪聖王，第二個可能是什麼？成為究竟的覺者，究竟嘅覺者。所以淨飯王係好擔心佢出家求道，冇辦法繼承皇位，喺皇宮裏邊給予佢最好嘅生活嘅條件，最優秀嘅知識嘅學習。當時當然係學婆羅門嘅系統啦，學吠陀嘅文化啦，甚至乎當時據考定奧義書嘅傳統都已經出嚟啦，係嘛？當時應該係學呢啲嘅知識學習當時最高級的這些宗教的知識，享受生活裡面最豐盛的一些生活的條件。但太子跟其他人不同，他一直覺得這些享受的福樂，享受緊嘅福樂，其實都唔係真正生命價值追求嘅理想嚟嘅。嗱，一般人來說，我們人生追求什麼？大家人生追求乜嘢啊？開心啦，係咪啊？健康啦，長壽啦，人際關係好啦，富足啦，呢啲係乜嘢嘅價值啊？世間福樂，都是世間的福報快樂。但係太子佢一直喺心裏邊要追尋嘅，太子一直在心裏面要追尋的是什麼？是真理的問題，人生終極安頓的問題，精神價值的問題。嗱，呢一個生命嘅表現咧，其實係異乎常人啊，可以講話係跟一般人係唔同嘅。你必須要對你當前享受嘅呢啲現實嘅條件有一種由衷嘅乜嘢啊？無常感。你必須要有一種很深的對你現在所享受的東西有一種很深的無常感。無常感，無常感係求道嘅關鍵，同唔同意啊？如果你覺得所有嘢都係理所當然嘅，所有嘢都係我應該享受嘅，你係唔會去求道嘅。如果你覺得所有都是理所當然的，所有東西都是你應得的，所有都是真實的，這些感官的享受啊，這些生活的快樂，你不會去求道的。去求道、去學佛的人，一定要有這一種無常感。你哋有冇無常感啊？有冇啊？你冇無常感，你唔會走嚟呢度嘅咧。你會去邊啊？你會去對面街飲翻杯啤酒啦，係咪啊？唱翻首卡拉 OK 啦，去銅鑼灣 shopping 下咧。你點會嚟呢度咧？嚟呢度係求道啊嘛，你來這裡是求道 ，OK 你求佛學的學問也是求道，所以人生必須要有無常感。你必須對世界有一種根本嘅質疑，你必須要對世界有一種根本的一種疑惑。大家喺你人生嘅經歷裏邊，有冇曾經發生過咁樣嘅一種質疑啊？在你們人生中幾十年了你有沒有過有一種對生命存在的根本性的質疑？我記得我小時候，小到幾少呢？讀幼稚園，我估計我推論呢應該係4歲、5歲、4歲、5歲嘅時候，我喺屋企裏邊周圍望得我一個大人都返咗
翻咗工啦，只有我一個人在家我看着這個房間，看着這個家，看着這個睇住呢個牆壁睇住啲台睇住啲凳，很奇怪。我覺得他們都是假的，都係假嘅。唔知道點樣表達呢個意思嗱？呢個意思係我長大之後，我先知道我當時呢個感覺，我可以比較清楚表達出嚟。我長大之後才知道這種感覺，用這個語言來表達。以前那個時候3歲4歲，你怎麼知道怎麼表達，對不對？長大就知道，原來叫做咩啊？無常感，無常感咁無常感係一個入道嘅因緣，我希望大家都有，而且要好好珍護佢，唔好覺得哎呀無常啊，成日覺得好唔安樂啊，覺得咧很不安啊，很多問號啊，好多問號啊，人生嘅疑惑，唔係嘅，你冇疑惑，你係唔會去求道嘅，同唔同意啊？你沒有疑惑，你是不會求道。嗱，太子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享受最豐盛嘅物質生活，佢學到最高級嘅當時吠陀嘅知識，但係佢並沒有因此而滿足。一個問題，生命嘅根本質在哪裏？人生嘅根本意義在哪裏？生命嘅本質是什麼？人生嘅真正嘅價值是什麼？生命點解會被現在呢個咁樣嘅當前嘅各種條件、環境、結構所束縛？你要問呢個問題。嗱，你一問呢啲問題咧，你就進入思想嘅世界，你就由不安嘅情緒，從不安嘅情緒進入了一個思想嘅世界，你就開始踏上了求道的路。人生一定要咁樣開始你嘅求道 ，OK？ 然後由呢個問題嘅反照，我哋今日可以更清楚表達，即係人生喺呢種無常裏邊感受到嘅乜嘢啊？不自由，而在這種無常感中，你感受到的是一種根本的不自由。你給很多不能命名的力量所束縛，束縛住你禁錮住你，你希望能夠破佢，尋找一種生命嘅自由。人係根本上追求自由嘅，呢個係人之所以為人一個根本嘅生命嘅一個關懷嚟噶。你有呢個關懷，你就有求道嘅條件。你冇呢個關懷，你就永遠困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邊。所以第一步咧，我哋話太子嘅覺悟，佢必須要由無常嘅疑惑，然後轉為一種對自由嘅一種追求從無常的疑惑轉為一種對自由的一種追尋尋找這個第一步。好，然後太子慢慢長大了，我哋讀佛傳清楚了，太子慢慢長大了，他有機會經歷4門首先是頭3門，看到什麼？喺前3門裏邊見到乜嘢啊？老病死。老病死，人生嘅老病死。據講佢喺皇宮裏邊係未經歷過呢啲，因為淨飯王都係非常之呵護佢嘅呢個俾佢一個好根本嘅震撼。人生係乜嘢咧？人生嘅結局，要直探人生嘅結局，要只看人生嘅結局。人生嘅結局離不開老病死所以有呢4門給太子一個非常的大的衝擊，就是要直面存在的實況，直面存在嘅實況。你要面對你人生當前嘅處境，同埋你必然會得到嘅最後嘅結局。你要認識，你要面對，你要直面，呢個係一種存在嘅焦慮。存在嘅焦慮，關於存在嘅焦慮咧，其實東方嘅文化裏邊咧，佛教係最強烈嘅這種存在的焦慮感。其實在東方嘅傳統，儒家、佛教、道家，佛教是有強烈的苦業意識，苦業意識係帶出一種好強烈嘅存在嘅焦慮感有呢種焦慮係令得我哋覺醒。人生係需要面對不
由自主嘅呢個必然嘅結局，人生必須要去面對這個不由自主的結局。特別最後，人生最後你必須要過嘅一個關係乜嘢關啊？生必有死。佛經講合會有離，生必有死啊！你點樣去完成你呢個功課呢？你點樣去完成你呢一生呢？你點樣面對死亡帶俾你嘅無盡嘅虛無呢？死亡係虛無，咩虛無啊？你現實擁有嘅一切歸零，生不帶來點啊？死不帶去，係嘛？包括你嘅身體全部化為灰煙，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包括你的身體，你沒有辦法去控制它，最後一把火一燒，燒成呢個離塵，回歸天地。咁你去咗邊度啊？當你凝視呢個未來嘅時候，你內心裏邊會有一種焦慮感，呢種焦慮感迫使你要去尋找生命嘅實相，但係呢個會帶俾你，同時帶俾你一種生命嘅壓力。你面對生命的這個最後的結局，跑過來會給你一種壓力感。所以很多人走到這一步，只有兩個結果，大部分人會選擇面對定逃避啊，大部分人會選擇逃避，所以先有享樂主義啫嘛，係嘛？得快樂時且快樂，今朝有酒就點啊？今朝醉啦，係咪啊？都係變翻去一個現實主義、快樂主義、現實主義、快樂主義的功利主義的這樣的一種人生，本能主義的這樣一種人生。只有很少數的人會在這個問題上面堅持走下去，只有好少嘅人，係極少嘅人，古往今來都係，尤其是而家，因為你行過街對面就有啤酒飲啦。係咪？頭先我哋都講，你根本好容易可以令你麻醉你嘅精神與思想。你打開個手機裏面乜都有啦，你使乜要思考死亡嘅問題啫？你不需要去思考死亡這些問題，逃避壓力的辦法多的是，在現代文化的背景下邊，所以人必須要勇敢直面存在嘅困境。我亦都鼓勵大家。你人生必須要有呢份無常感，頭先講咗啦，第一步無常感有疑惑，對人生有疑惑，你會去問問題，你會去追問答案，但你唔好期望你好快會得到呢個答案，呢個係不切實際嘅。你最重要嘅係咩呢？你要堅持去尋找，你不要期望你問這個問題很快會找到這個答案，不會的。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啊！一定要喺呢條路上堅定前行。學佛確實唔係一條容易嘅路，比起西方嘅宗教，西方嘅宗教確實嚟得容易好多，係咪啊？因信稱義，因信稱義，所有問題，人生問題就解決了。佛教說人生是公平的，一切都有因果，沒有免費午餐，冇免費午餐，同唔同意啊？所以我哋要堅持走落去，你就一定要面對存在嘅困境，呢個係第二步。第一步係無常感嘅焦慮，第二步你要直面生命嘅呢個結局，第三步你要去決定求道。各位，你係幾時開始決定要求道㗎？各位朋友，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決定你要去求道的？30歲之前決定要求道嘅，請你舉手。得我一個咋？只有我一個你40歲以前你決定就要求道的，請舉手。嗱，1、2、3、4、5、6、7我當佢夠10個啦。網上有60人嘅喎，都有人回應係嘛？對啊，你40歲以後才決定去求道，40歲之後先至決定求道嘅，請舉手，快啲舉啦！係未舉嗰啲唔該你快啲舉啊嚇！喺未住嘅麻煩你都舉住一住嚇。人一定要求道噶，你唔求道，人生係冇希望嘅。話你聽，
係真嘅，人生一定要求道，你不求道是沒有希望的。最後你就佛教所講啦，你俾自己生命裏邊嗰啲業風啊、業力啊一吹，唔知吹咗嚟邊度，最後你就給人生這些業力之風一吹，吹到哪裡去啊？不知道。然後歸零，殺一生，重新再來。你殺一生重新再來還好啊，你殺一生重新再來沒機會你學佛啊，因為已經俾咗機會你啦嘛，係咪啊？你下次你未必有咁幸運可以再學佛噶啦，你下一世你再嚟呢度，未必就有個普賢道場俾你嘅。你想話我報名東林淨土學院啊，未必會收你噶啦，因為點解啊？你一定可以做人嘅咩？你一定生喺香港嘅咩？你一定可以做人的，你一定可以生在香港啊？有很多個可能，所以人呢沒有選擇，只有一個選擇是什麼啊？兩個字，求道。對，求道你就會問，人生命是無始的長河，還是短暫的沉影？係短暫嘅長河定還是係短暫嘅沉影，定還是無始嘅長河？你就開始思考人生嘅前世與未來、前生與來世嘅問題。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揾答案啊！你要去請教善知識。喺呢個思考嘅過程裏邊，其實就係對你既定嘅嗰個生活世界嘅一個背叛，主動的叛離。叛離什麼？叛離你現實世界的這個生活的思緒。所以求道嘅人或多或少都一定係點㗎？反叛性格啊！所以各位你哋都係好反叛嘅啊！一定有一定的反叛的這個性格在裏面。你唔會跟呢個世俗洪流啊嘛，係嘛？你不會跟咗這個世俗的洪流。一直聊，你不知聊到哪裡去。求道嘅人，佢個心都係比較清明嘅，佢都係有向往嘅，都係有理想嘅吓。OK， 所以俾我哋一個啟示，佛陀求道第四門啊，生老病死之後啊，老病死之後第四門，佛陀決定點啊？太子啊，當時係要出家，成為沙門啊，要出家。出家就是人生的一個重大的關鍵的決定。就是我要改變我人生的未來，脫求超離苦難之道。人生嘅終局係必然係苦難，老病死苦。你要有決心去做出呢個同一般人唔同嘅決定。人必須決斷地斬斷那些定義生命的現實的束縛。你要決斷咁樣去斬斷呢啲定義你現實人生嘅束縛，你先有機會走出困局，揾到新生。咁對一般求道人嚟講咧，最重大嘅決定，佢可能會選擇出家，係咪？或者你至少你在家，你決定你成為一個修行人，喺家裏邊、家庭生活裏邊繼續你學佛嘅路。喺意念上、喺思想上、喺方向上，你一定要作出求道嘅抉擇，呢個係關鍵。你嘅人生嘅未來就係呢一念之間決定噶啦，就係呢一念之間決定噶啦。如果你有咁樣嘅根氣，可能你呢一生裏邊會有所成就。如果你有這個根氣，你可以在一生裏面有所成就啊，在求道中有所成就。就算你今生未必有一定嘅修行嘅成就，你下咗呢個信願呢，你立下了這個心願，你人生一定會在未來繼續你求道的路，你來生會繼續學佛。所以我哋能夠遇到佛法，今生能夠遇到善知識，有機會學習，係咪只係今生種下嘅善緣啊？係定唔係啊？肯定唔係啊！一定係你前生，一定是你前生已經有過很多的努力，你才有機會今生再聽到佛法，而且聽到上乘嘅佛學。
學佛都有好多唔同層次嘅，各位哈，學佛也有很多層次的啊。你能聽到上層的佛學啊，高級的佛學，一定是你前生又前生累積的善業今生成就的。你相唔相信啊？要相信，要有信念啊。好，所以咧第三步，如來決定要求道，要揾答案。求道對你嚟講唔係一件普通人嘅事，因為佢要捨棄佢嘅嗰個繼承皇位嘅身份，決斷出家。對淨飯王當時嚟講係不能接受嘅，所以淨飯王派咗5個比丘跟住如來出家。當時係太子啦，有呢啲故事我就唔詳述啦。好啦，出家之後，如來學習2種傳統修行嘅法門。出家之後成為沙門。當時沒有比丘哈，佛教還沒成立啊，僧團還沒成立。那個時候的僧人修行人都叫做沙門。沙門就係宗教嘅修行人，佢去收集歷史，印度傳統歷史裏邊2個法門，一個係咩啊？禪修禪定，一個係苦行學習禪定，學習苦行，這些都是古印度傳統文化傳下來的法門，唔係佛陀發明嘅吓，佢係繼承古印度嘅傳統，先收集禪定。我長話短說，跟咗2個先人即係呢啲據講嘅得道者學習禪定，好快佢就入定啦，而且入定入色界定，初禪、2禪、3禪、4禪，就進入無色界，初禪、2禪、3禪、4禪，然後進入無色界空無邊處，色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最後進入當時被認為印度最高級嘅禪定，受想滅盡定，最後進入了當時印度公認的最高的禪定但很奇怪，太子覺得還沒辦法解決生命的根本問題。一般嚟到講，我哋話呢啲人已經到㗎啦。你能夠入到三摩地初禪已經好唔容易㗎啦。你來世就唔會投生欲界，你能進入初禪，你來生肯定不會再投生欲界，來生肯定投生色界。你投生色界，你根本上就成為一個大神大神，色界嘅大神，初禪、2禪、3禪、4禪已經成神㗎啦。其實你能夠生喺欲界諸天都係神，不過比起色界神咧，仲要層次要低一啲。你今生修成禪定咧，已經來世咧成為大神。你能夠出色界入無色界，更加不得了。喺當時嚟講能夠進入禪定，能夠進入無色界的，已經是成道的聖人。但係太子覺得冇辦法解決生命嘅問題所以佢毅然放棄追隨呢2位當時嘅先人咧，去轉修苦行。苦行咧係非常辛苦㗎一日食1粒麻1粒米瞓喺荊棘上邊，飽受身體嘅煎熬、情感嘅煎熬、思想嘅煎熬，非常的辛苦。我哋睇佛經好清楚，我們看佛經很清楚，到最後佛陀連禪定放棄了，修行禪定放棄，因為沒有辦法解決生命的問題、生死的問題。然後修行苦行幾多年啊？各位6年，29歲出家，35歲成道，29歲出家，35歲成道，6年嘅苦行，最後佢都毅然放棄。思考呢個問題，點解如來要放棄雜禪同埋放棄苦行？佛經冇講清楚嘅原因，佢只係描述性。佛經從來沒有很清楚的講出背後的原因，只是描述太子放棄這2個修行古禪修行的辦法，這2個都是古印度聖賢修行解脫的辦法，太子到最後都放棄了。第一，放棄禪定；
後來在阿含經裏面有很清楚的開示，佛陀告訴我們，收集禪定唔能夠僅僅嗱，聽清楚吓，聽清楚吓，僅僅收集禪定係唔能夠導致解脫嘅，僅僅修行禪定是不能得到解脫果的。為什麼？有定冇乜嘢啊？無畏啊，冇錯。有定無畏，畏是判斷力，畏的基礎是你對宇宙人生的正見正見。畏嘅基礎係你有正知正見，對人生嘅處境，對生命因果之流啊，對佛法提供俾我哋嘅各種宇宙人生嘅解釋，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苦，呢啲都係正見。你必須要有呢啲基本嘅正見，由正見引導你去修定。定一定要同畏並行，定與畏一定要兩個腿走路。所以點解收集禪定向來都係一啲古老東方傳統宗教嘅修行辦法？禪定從來都是古老的東方傳統，不單是佛教共同的修行的辦法。道教也有道教的禪定 ，OK？ 儒家到宋代的新儒家也會教你打坐。甚至在西方嘅神父，佢哋亦都會喺靜修嘅時候，偶然間達到禪定嘅境界，後來進入了禪定嘅境界。OK， 我哋讀奧古斯丁嘅懺悔錄，奧古斯丁我哋叫開悟啊，係嘛？奧古斯丁呢個中古嘅神父啊，去開悟啊，其實就係進入一個類似東方傳統所講嘅禪定嘅境界。忽然就見到嗰本聖經裏邊嗰句話，自此之後就堅定不移。我說什麼？定是很多古老的宗教的功法，但係點解唯有佛教將呢種古老嘅修法運用到可以幫我哋成道呢？幫我哋真正得到無上正覺呢？好似如來後嚟咁呢？就因為要洞察宇宙人生嘅乜嘢實相，這個是關鍵。所以一定要讀佛經，一定要讀佛經，喺佛經裏邊吸收宇宙人生嘅實相，然後放喺禪定裏邊進行觀想。定之後就要起觀啊，有足夠嘅定力，然後你再去觀想無常苦空無我，你有足夠的定力，然後再去觀想無常無我，你就可以在禪定中得到一種根本的突破，我們叫做開悟。開悟是這樣來的。當時候如來都未覺悟，佢點知宇宙人生嘅實相啊？佢根本唔知，佢只係根據古言嘅修法，純粹就係收集禪定，所以佢好清楚呢條路走落去死胡同，有定無畏，不能透入實相，不能得到解脫。好啦，咁第二個問題，點解如來要放棄苦行呢？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如來要放棄苦行呢？呢個值得思考。苦行係一種點樣嘅修法呢？佢係刻意咁折磨自己，令自己嘅生命承受巨大嘅身心嘅痛苦，刻意的折磨自己嘅生命，讓自己咧承受身心裏面巨大的痛苦。為什麼？點解唔可以幫助我哋得到生命嘅突破覺悟啊？因為苦行佢係純粹主動承受痛苦。主動承受痛苦，認為承受更多的痛苦可以加速我們業力的解放，加速我們解脫的可能。苦是因還是果啊？苦係因定係果啊？苦係果，記住啦，苦係結果，苦是結果。我們只在果下手。我哋只喺果裏邊下手，你知不知道痛苦的原因在哪裏啊？你知唔知道痛苦嘅原因喺邊度啊？沒有觸及痛苦嘅根源，我哋只係刻意咁承受痛苦，以為受多啲苦就得道啦咁樣。但係你有冇諗過，你痛苦嘅根本原因喺邊度啊？係咪有因先有果啊？
無因則無果啊。後嚟佛教就教我哋呢樣因果嘅道理，係嘛？你一味喺個果嗰度下手啊，一味喺個結果嗰度用力，等於你屋企漏水。比如說你家漏水，你每天都在拖地，一天24小時都在拖地，一日24小時喺度拖地漏水啊嘛。你個地會唔會乾啊？會唔會啊？各位，你的地會不會乾？不會乾。為什麼？你漏水的根源在哪裡都不知道。係咪當務之急首先要封咗嗰個漏水嘅根源啊？你咪再慢慢拖咯。所以有果沒有因，知果不知因是沒有辦法解脫痛苦的。所以要回到因果的思考，從果去找原因啊。如果沒有因果，如果根本再退一步講，冇因果，否定因果，當時好多呢啲印度修行嘅宗教哲學家咧，係否定因果啊，道德的虛無主義、知識的虛無主義，唔相信因果噶吓。後嚟喺佛經裏邊，沙門果經，即係後來的佛經的沙門果經裏面，已經把六世外道的他們主要的學說講得很清楚，大部分都是虛無主義者，大部分都係虛無主義者，否定因果啊，否認因果。所以佛陀放棄苦行係要重新思考因果。OK， 好啦，呢個咧考驗6年嘅苦行，學習古聖賢遺留落嚟嘅修行之道，最後要有一個堅不可拔嘅道心，否則你行到呢步，所有嘅路你都試過晒啦，古代傳落嚟解決嘅辦法你都修過啦，你就只有放棄。佛陀冇選擇放棄，點解啊？因為喺呢個痛苦嘅過程裏邊，佢有堅不可拔嘅道心。頭先我哋話我哋要去求道，當大家都有咗求道嘅心之後，下一步大家要成就嘅係乜嘢啊？就係呢句話啦，你要有堅不可拔嘅道心。人有道心係好難嘅，人要有道心是很難的，已經很難了。你要有道心，而且你這個道心是堅不可拔的，更難。難唔難啊？各位，生活嘅壓力係嘛，各種現實嘅挫折，仲有人世之間好多嘅誘惑，生活嘅壓力，現實很多挫折，然後這個世界很多誘惑，你要過一關都不容易。譬如講你貪食，有冇人好為食啊？呢度如果你唔介意，麻煩舉舉手。哎呀，真係好啊！你哋都唔介意嘅，啊，即係證明你嘅堅不可拔嘅道心都幾堅嚇係咪？至少你肯舉手啊嘛。OK，咁你諗下啦，你要戒除呢個為食嘅呢個係優點定缺點啊？各位，優點我知道你哋喜歡講反話好明顯咧，對佛弟子嚟講呢個咧就唔可以講係優點嘅好啦，咁我直接啲講啦。你要戒掉這個缺點，容唔容易啊？容唔容易啊？剛才舉手的容唔容易啊？容易嘅舉手。嗱，剛才舉手的現在都不舉，唔容易嘅。為食已經唔係一個好大嘅缺點啦，都係為食啫，係嘛？佛陀有個弟子好為食嘅逢係盂蘭節就有佢份噶啦OK。咁佢都做好多阿羅漢啦，啱唔啱啊？所以咧，我嘅意思係話，人如果要克服人生嘅各種缺點、陋習、各種嘅性格、思想上嘅障礙，人生要克服自己很多的障礙、煩惱啊、性格啊、情緒啊，這些容唔容易啊？不能夠說容易，真的不能夠說容易。特別很多誘惑來到的時候。係嘛？很多誘惑嚟到你面前嘅時候，呢個時候只有一樣嘢幫到你，佛菩薩都幫唔到你，真的考驗來到嘅時候，佛菩薩都沒有辦法幫你，只能夠你自己嘅面對。你呢個時候你最需要有乜嘢啊？堅不可拔嘅道心，呢個可以係一切修行人無法跨越嘅難關，這一點是可以是一切修行人無法跨越嘅難關。太難啦！佛陀用佢嘅生命見證，就係用佢嘅6年嘅苦行，每日食一粒麻，每日食一粒米，你睇下係咪啊？
我哋見到佛陀有啲苦行像啊，皮包骨嘅，大家有冇見過啊？你可想而知係幾咁艱難。求道唔係唱歌跳舞食飯羅漢齋啊 ，OK 所以要做好呢種準備嘅第4步。第5步，佢最後放棄苦行，就係快樂的娛樂的人生右手邊在王宮裏面的享樂，與左手邊人生的自我的歷代自我嘅虐待裏邊不苦不樂，佢要揾翻一條中道。因為修行唔係苦樂嘅問題，記住呢句話啦。修行不是苦與樂的問題。好，很多人學佛就希望人生快樂一點多啲錢然後健康一點老婆老公聽話一點孩子讀書讀得好一點事業成就一點呢啲都係福報，係應該有嘅。但係人生唔應該用呢個作為修行學佛嘅目的，同唔同意啊？苦樂兩邊都要超越。我哋有更高嘅理想喺前邊，超越係超越人世間嘅痛苦與快樂。痛苦令你冇法前行，過度嘅快樂同樣會耽誤你嘅道業。我哋要喺苦樂嘅人生裏邊超越出嚟。喺佛陀嘅經驗就係傳統嘅宗教權威裏邊解放，唔再依賴單純嘅禪修，唔再依賴單純嘅苦行，而係要揾另一條路，追尋淨化生命嘅真正可能不能單純的依靠古賢留下來的禪定的修行，或者苦行的方法要另外走一條真正可以得到的道路。呢條路係冇人行過㗎，各位。這條路是沒有人走過的。我們現在回顧佛陀，我哋而家回顧佛陀，只有釋迦牟尼行出呢條路，只有釋迦牟尼走出這條路，以前是沒有人走過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啊！呢個又係一個考驗。到最後求道，如果得翻你仲會唔會求啊？求道冇盤嘅喎，念經就得你一個念，打坐就得你一個打，食齋一個食，去到佛堂一個人，好多人就會選擇放棄。佛陀冇選擇放棄，重新去思考因果，由痛苦嘅人生嘅現實，痛苦嘅人生嘅現實去追尋導致這個痛苦的結果的根本原因去探討業力運作的根本法則，要揾業力根本嘅法則。佛陀喺度覺悟，呢個係一個重大嘅一步，重新領悟人生係活喺一個秩序裏邊，重新發現人生是活在一個秩序裏面。什麼秩序？因果。所有現在我領受的遭遇經驗都是有原因在前面，一步一步推到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有因果。因果是什麼？因果是存在的法則，存在嘅法則。重新認識呢個存在嘅法則，亦即係重新明白因果嘅道理。嗱，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重新認識因果嘅道理，所以如來之後佢去到菩提迦耶，佢收集苦行啊嘛，差唔多喺尼連禪河遇溺啊，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啊？得到牧羊女嘅位置，恢復力氣，去到菩提迦耶呢個菩提樹下金剛座上起誓，若不成正覺，誓不起此座。去到菩提迦耶這個地方，金剛座上菩提樹下發誓如果得不到正覺，永遠不會起來好啦，思考的是什麼？如來喺菩提樹下思考嘅係乜嘢？就係因果，就係因果。6年苦行係冇白費嘅，6年苦行是沒有白費的。第一，鍛鍊了他堅不可拔的這個求道的意志，鍛鍊咗佢堅不可拔嘅意志，呢個第一。第二，令佢確認人生係有因果嘅。
令他確認人生是有因果的。所以他到菩提樹下就開始因果的反思。生命是什麼？為什麼會有生命？苦從哪裡來？沒有令我苦的原因，我今天為什麼會苦呢？這個說不通。那什麼力量讓我苦呢？你問這個問題，你問呢個問題，乜嘢讓我咁痛苦？天啊天啊咁樣係嘛？窮途末路嘅時候啊，人窮即係反叛，你就問天啊，點解我會行到呢步啊？咁樣一般人就會向外思考，向外思考會得到咩答案啊？命運，因為命運導致我今生嘅遭遇，因為我嘅祖先嘅原罪啊，係咪啊？西方宗教就講原罪 ，OK 啊，背叛咗創造主，所以導致我今日嘅痛苦 ，OK。又或者更簡單，偶然論，唔知點解嘅，偏偏選中你啦，啊，所以咪整蠱下你啦。偶然論、命定論、創造論、偶然論，都係喺外邊揾答案，都是在外面去找答案。神的懲罰、命運的安排、偶然的一個現象，都是在外面去找答案。佛陀有冇去外邊揾答案啊？去咗邊度揾答案啊？打坐裏邊只能夠向內揾答案，反思生命流轉嘅原因，內觀，要重新回到生命內在，尋找人生現狀的根本原因。從哪裡開始？佛經說得很清楚啦，佛陀係跟住12因緣嘅思考，逆觀12因緣，內觀12因緣，得到覺悟的。嗱，呢個係佛經嘅講法啊，佛經嘅講法，到底如來係咪真係逆觀12因緣覺悟咧？咁樣呢個不可知，但係確實有此可能啊。佛陀逆觀12因緣由邊度開始啊？第一支係乜嘢啊？老、病、死、憂悲苦惱。呢件事發生喺幾時啊？老、病、死、憂悲苦惱發生在哪個時候啊？就係29歲出家嗰陣，佢現在已經35歲啦。記唔記得佢出家嗰陣就見到呢啲嘢啊？所以呢個疑惑，這一個疑惑，從他要出家的那個時刻的啟發開始，一直深深的種在他的生命中，他一直沒有忘掉。他學習禪定，學習修煉苦行，都沒有忘掉這個問題。現在他要重新去反省這個問題。好啦，老病死憂悲苦惱，點解會老病死憂悲苦惱啊？因為生，因為你來到這個世界，你來到這個世界生了，你就沒有辦法不老，你就沒有辦法不病，你就沒有辦法不死。咁點解你會嚟到呢個世界？為什麼你會來到這個世界啊？因為你的前因已經種下了，這個結果就不能不生了。業力有，用一個字有係業有，業有，業有，然後一路層層追溯，我唔詳述啦，否則又要講多一堂噶啦吓。點解會有啊？因為你取 taking 啊 taking 啊 taking 全部 take 晒佢啊，擁有嘅人生，獲取嘅人生，不斷要攞嘢嚟滿足自己嘅人生。咁點解你咁中意攞嘢啊？食完仲要打包啊？係咪啊？點解啊？賺錢賺極都唔夠啊？點解啊？因為你有貪欲啊嘛。愛，佛家叫做愛，唔係 I love you 嗰個愛，愛係 desire 欲望。點解你會有欲望啊？嗱，欲望係心理嘅 psychological 嘅，由欲望之前開始咧，就進入認知性嘅活動啦。認知性嘅活動，因為你接觸呢個世界，對呢個世界有呢個感受，有 feeling，
你對呢個世界有接觸，咁點解你會接觸到呢個世界啊？咁你呢嚿嘢唔會接觸呢個世界，佢唔會猛咁攞嘢翻去噶，佢對你都冇感覺，佢對你都冇 feel， 因為你有錄入，眼耳鼻舌身意，同唔同意啊？咁你隻眼仔咪成日碌咯，睇下邊度有嘢攞咯，鼻哥咪成日索咯，睇下邊度有香水賣啦，係嘛？成日要食嘢，頭先講嗰啲咯，色聲香味觸法。然之後個腦咧不斷去思考啦、諗嘢啦、轉唔停啦，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咁點解你會有六入啊？嗱，佛係一路咁樣問咯，自己問自己答，知唔知啊？自己問自己答。咁點解有六入啊？因為有個五蘊名色嚟到呢個世界，身心 mind body。你有 mind body， 你就會有6個 channel，5 senses 啊，呢個感性嘅 sensation 嘅 channel， 然後最後就係第6理性嘅思維，係咪啊？咁點解你會有名色啊？嗱，關鍵嚟啦，點解你會有呢個身心啊？點解你會有你啊？點解你會有你啊？你有冇問過呢個問題嘅啫？點解你會有你啊？翻去照住塊鏡問點解會有你噶？咁樣問，知唔知啊？問到自己開悟為止。不過係好難開悟嘅，咁你咧就只有一個抉擇，點啊？翻嚟讀書，佢嚟讀書，因為你這樣你沒有根底，你是不可能這樣就問就開悟的，不可能的。點解有你啊？因為有一個心識嘅流轉入胎，成為一個現實嘅個體。色就有名色，名色就係身心構成嘅原因就係呢個心識嘅主題。嗱，越問越深啦吓，如來一路哇犀利啊，一路追溯，一邊去問啊，從果去問這個因，到最後發現心識這個識的存在。然後你問點解你會有個心識嘅存在啊？因為又翻去前生，因為你做咗身口意三業，業力儲存喺呢個心識裏邊，令你今生重新入胎，非生不可。好啦，問到呢度係關鍵嘅地方啦。如果繼續咁樣問落去，因為你作業，所以咧你就有個心識。咁點解會作業啊？咪觸受愛取咯。咁點解觸受愛取？因為我有六入咯，有五蘊。點解有五蘊？我有心識咯。咁點解我有心識啊？咪因為我作業咯。你知唔知我講咩啊？就真係輪迴啦。咩輪迴啊？個思想喺度輪迴，對唔對啊？呢個係一個關鍵嘅飛躍，這是關鍵的飛躍。從業力的存在從身口意三業的存在有一個跳躍。呢個跳躍係如來覺悟嘅關鍵就要直觀心識之流，直接去觀照佢，唔係去問啦。去到呢度不能再問，不能再問。問到12因緣倒數第2之道，就是無為緣行，然後有色這一部分不能再問。你必須要有一種生命的突破。覺悟是在這裏發生的，前面都是思維，前面都係思維，去到最前一步係覺悟，用智慧去覺照內觀呢個心識之流，即係自己觀自己，講得輕鬆啲。OK， 發現我呢個業力所成嘅身心根本就係互為因果嘅。佢係一念後嚟講得好清楚啦一念妄執所起，一念妄執所起的自我分裂，菩提覺性嘅自我分裂，菩提覺性的自我分裂。不過在原始佛教沒有說得這麼清楚，這個菩提覺性的自我分裂要到中國佛教才講得最清楚，印度佛教都講得不清楚這個裏面要讀書才知道所以一定要讀書就係咁解啦。唔係你唔知道，你永遠唔會知道佛教好多秘密，
藏喺佛經裏邊，很多秘密藏在佛經裏面，你要學習的，你學習你才會明白的啊。好，關鍵是什麼？內觀是在外面找原因，還是在生命內在找原因啊？內在，在己尋因。這個是學佛的人，無論你人生要遇到什麼的困難都好，人生將來有什麼的經歷都好，順利順逆，請你都記住這句話，所有生命的答案都不在外面，所有100%肯定。如果你在外面找到答案，坦白說，這個答案對你沒有什麼根本的幫助的，一定沒有根本幫助。所有的答案都是在你生命裏面去找，所有的原因都是在生命裏面去找。佛經千言萬語，到最後就是教我們怎麼在我們生命裏面找原因，清淨的原因，污染的原因，輪迴的原因，成佛的原因都在哪裏啊？對不對？所以請大家記住，但這句話說起來很高，很超越，很玄，你真的要明白裏面的內涵，要怎麼樣啊？要讀書啊！你不讀書你怎麼可能明白？要讀佛經啊，要上課，對不對？好，到最後呢，如來大絕了，大絕。第7部大覺，大覺係逆觀12因緣，妄盡真情，妄盡就係無明煩惱虛妄分別心滅盡，實相就呈現啦。所以不在求真，只在息妄，對不對？啊，你就要消滅生命嘅妄執，消滅生命嘅妄執唔係因果思維，我剛才已經講咗啦。去到最後無明一部分，你一定要跳躍，要跳過去，起智慧之光，起菩提覺性，照察呢個生命嘅存在，一燈能滅千年暗。嗰個菩提嘅燈火一點亮，所有生命嘅無明煩惱就喺嗰剎那徹底散盡。呢個叫做覺悟啊，各位啊，呢個係無明迷霧嘅徹底消散，實相嘅實相嘅傳付嘅呈現。原來真理亦即係實相一直喺呢度。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啊。OK， 對存在同存有嘅徹底嘅洞達 ，from beings to being， 大皆 be。OK， 你用英文講就講呢啲咯，用西方哲學講就講呢 beings 就 everything。從現象世界嘅紛紜，從線上世界直接進入這個最高的真實，這個是生命的飛躍，飛躍，不是因果思維。吓，好啦，呢個第7部大覺。嗱，第7部咧可以演繹成為幾個意思嘅，咁時間關係咧，我只能夠簡單講啦，係嘛？第一，如來嘅覺悟係發現緣起法，不過如來覺悟佢冇直接將佢命名為緣起法，佢事實上係不欲說法。如來覺悟之後，其實他不想說法，在《阿含經》裏面說得很清楚啦，他覺得他領悟的這個最高的真理啊，無論怎麼說，大家都是不明白的。與其係受到眾人嘅質疑，不如點啊？默言不語啊！所以釋迦牟尼點解叫釋迦牟尼啊？各位，因為係釋迦族噶嘛。咁點解叫牟尼咧？薩迦牟尼為什麼叫薩迦牟尼啊？什麼叫牟尼啊？牟尼就是這個意思。Keep silent， 不要說話。所以這個是釋迦族的不說話的人，好吊詭。釋迦族唔講嘢，嗰個人就講咗好多嘢。點解啊？一陣間就再講啦。原來有4層覺悟。OK， 好，佢就得到如實觀諸法實相。嗱，如實觀諸法實相咧，後嚟佢就將呢個實相咧命名為緣起，後來他就命名為緣起啦。
好啦，緣起演繹出好多嘅教法，所有佛教不論大小、二乘、南傳、北傳、顯宗、密宗，全部都係由緣起法演繹出嚟嘅。所以大家學佛學咧，一定要讀熟唔同嘅緣起。咁你要讀熟了解唔同嘅緣起點先得啊？各位，你要了解佛教2000多年以來所有的不同層次嘅緣起，要怎麼才可以啊？要點先得啊？要讀書。要讀書要上課我真係肺腑之言嚟噶係咪啊？你真係要咁樣，你先至慢慢你先明白嘅。如果唔係，你就讀法學，永遠就一知半解，人云亦云明得一橛又唔明嗰橛，講到前邊又講唔到後邊。OK， 所有嘢都係緣起，緣起咧就演繹出咩咧？演繹出無常同因果。嗱，記住啦嚇，緣起係最高嘅，如來覺悟嘅最高，如來覺悟的最高就是緣起，由緣起就演繹出兩個很重要的這個佛法的兩個脈絡，一個脈絡是講因果，一個脈絡是講無常。因果跟無常是矛盾的，因果同無常係矛盾嘅，無常咁啊點會有因果？係咪啊？既然有因果，即係啲嘢係有秩序嘅啦，點會無常啫？佛係兩面說法，兩面說法，非常精彩好啦，咁演繹出無常啦，無常就話俾我哋聽，有冇自我啊？有沒有真實的自我啊？沒有事物有沒有永恆的自性啊？有冇永遠嘅自性啊？冇。OK，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人生就要明白呢個正見，你先有解脫嘅可能否則就隔離啊！隔離乜嘢啊？4個字，苦過弟弟啊！即係一切皆苦啊！冇嘢唔苦啊！知唔知啊？你唔學，你唔知無常，又唔識無我，咁咪一切皆苦咯。呢個一切皆苦，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叫三法印。仲有一個涅槃寂靜，一陣間講。呢啲就係佛教嘅印記，即係佛教嘅旗幟旗號。OK， 好，由呢個緣起法嘅大覺，又演繹出因果。頭先講咗啦，因果就和合萬有係隨緣而生，緣生緣滅啦咁樣。呢個係時間先後嘅次序，佛經後嚟叫異熟，異時異熟同埋空間上嘅離合聚散，呢啲叫咩咧？緣生法同因緣法。嗱，記住啦，緣起演繹出緣生法，演繹出因緣法。緣起、因緣、緣生係唔同層次噶，有一個邏輯嘅結構喺裏邊。緣起跟因緣跟緣生是不同層次噶，你必須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如何可能啊？嗱，現在你哋已經俾我調教到咧，讀書對不對一定要讀書，唔讀書係唔會明白噶，知唔知啊？好，最後咧，緣起法嘅正入如實觀諸法實相，俾我哋去體證到人生有真正解脫嘅可能，亦即係真正實現自由嘅可能。解脫就係自由，就係完全嘅自由。OK， 同天地宇宙嘅法則永遠合而為一，佛即法，法即佛，永遠嘅自由，超越業力束縛，改變業果，終止痛苦相續。第4個法印，涅槃寂靜。所有嘅法印都係如來覺悟嗰度衍生出嚟嘅，所有嘅法印都是從如來覺悟的哪一點演繹出嚟的嗱，4點，第7部可以演繹成4點，可以演繹成第5點、第6點。今日時間關係，講4點夠啦。講4點夠啦。好啦，嗱，咁以上咧就7部成道。如來係經歷呢7部成道，對我哋好有啟發。咁方便起見，你個表俾大家啦。講咗咁長啦，係咪啊？你個表咁大家清楚啲啊嘛。佛就係悟道7部，第一就係成長太子，亦即係我哋現實人生，你自己要有一種超越世間福樂嘅執着，唔好成日講話我想開心啲我想咧就享下福咁樣，唔好淨係求呢啲世間嘅價值。你好好學佛，你自然有噶啦。呢啲其實好濕碎嘅，知唔知啊？
好易啊，好 easy way 嘅咋。你肯學佛，做多啲功德啊，好好聽經，然之後咧讀多啲書，自然就有噶啦。超越世間福樂之執，厭離，好似太子咁厭離喺皇宮裏邊呢啲最上乘嘅生活，係嘛？好，四門就凝視生命嘅終局，將呢個問題放喺心裏邊。人生最後老病死憂悲苦惱，你係冇辦法逃避嘅，你必須要做好呢份功課，直面，亦即係面對啫，唔好逃避。逃避係冇出路噶。你肯唔逃避，你肯去面對咧，你就會去邊啊？第三，你會去求道。求道就係立下一個決心啊，決求超離苦難之道啊！你會去求道，人必須要求道。好高興，頭先講到呢度，不論40歲以上、40歲以下，個個都舉手，係咪啊？你必須要求道，但求道會好多考驗啊！咁你一定要點咧？你首先多數咧就係會咧去揾老師。以前嚟講就係要師古啦，師古喺傳統裏邊學習。譬如我哋細路仔要讀4書5經，學做人，係嘛啊？咁你就慢慢個人品咪端正咯。而家就係4書5經都唔讀啊，咁啊人品咧就好難真係健康成長，年青人成長咁艱難，因為失去傳統文化嘅教育。咁你喺傳統裏邊去揾資源，好似佛就要學由吠陀到奧義書呢段1000幾年嘅歷史，係嘛？教佢點打坐，教佢點樣去修苦行啊。好啦，然後咧你就要去超越啊呢啲既有嘅修行辦法，揾到你自己獨一無二嘅突破嘅路。喺佛嚟講咧，就係要重審因果業力之根，要尋因，始終都係嗰個問題：生老病死，原因何在？痛苦業力究竟係乜嘢原因導致？最後佛教就教我哋要內觀，內觀生命流轉之因，要逆觀，喺生命裏邊揾答案，唔好喺生命外邊揾答案。記唔記得呢句話？記住啦，你記住呢句話，你就唔會求錯道。在內選因，背後就係外面選因。外面揾翻嚟嘅嘢幫唔到你突破嘅，突破係好有限，亦都可能係假嘅。最後你人生會經歷一個飛躍生命嘅大覺，徹證法界緣起之真，徹就切入，直接進入，徹底進入。好，咁啊7步咧，我哋話嗱講咗一半啫，點算咧？唔通要加時？唔使，咁下邊精簡啲咪得咯，係嘛？好嗱，前邊就講咗7步成道，後邊咧我哋歸納佛嘅覺悟，其實唔係一般我哋平時所謂淨係得到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咁簡單嘅，呢個一定係啱嘅。佛嘅覺悟除咗係如實觀緣起法性之外，即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仲有3重覺悟，非常奇妙。以下所講嘅呢4重覺悟咧，將會通向佛教以後特別大乘義理世界嘅開展裏邊，成為4重義理體系嘅根源，就嚟自佛陀嘅4重覺悟。第一，呢個係從如來亦即係太子喺皇宮厭離，直面老病死，到決志求道，最後徹證緣起實相。呢個係人生尋求真正自由嘅過程，最後得到無上正覺涅槃寂靜，就真真正正自由。我哋用自由呢個比較現代嘅語言，你就更加清楚如來喺成個生命裏邊成就嘅呢個偉大嘅一個經歷。出家求道，追求梵行，梵行即係清淨之行。呢條路由人間走到彼岸。佛經講如來就要人間裏邊示現成佛嘅呢條路俾我哋睇，讓我哋有信心跟住佢得到正覺。我哋稱呼佢叫自由之覺，自由生命得到根本嘅自由。呢個第一個好簡單啦。第二個喺因果裏邊進入求道之初，入道之門。你要洞明宇宙嘅法則，所以成日講你一定要讀書，要讀經，要明白義理，要有正知正見，
你要讀書，你要有政治正見，你要明白義理，有思想的能力，你要明白的最根本的最基礎的就是因果。因果可以開成好多嘅體系，好多嘅理論，係嘛？點解佛陀放棄苦行？為什麼佛陀放棄苦行？他不但知道果我們都知道了，就是痛苦，我還要知道原因。點解要放棄禪定？因為有定無慧，冇辦法得到真正嘅道。呢個意思我已經講過啦。所以要明白因果，由宇宙嘅法則，由果溯因，由果溯因，層層追溯，我哋先知道生命嘅流轉，或越苦，或越苦，或越苦，何以如此？同埋真正令我哋不得不如此嘅嗰個根本嘅原因在哪裏？第二個因果之覺，唔明白因果冇辦法求道，唔追求生命嘅自由，老係同現實妥協，總是跟現實妥協，沒辦法求道沒辦法覺悟。好，第二個就係因果之覺。第三，呢個就我哋成日講噶啦，就係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已常存，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求道唔係喺外邊求一樣嘢翻嚟，講咗啦，喺裏邊揾原因，記唔記得啊？真理時常在此，真理就在這裡。後嚟中國佛教充分發揮呢樣嘢，當下即時，當下就是唔係點會出禪宗啊？就係充分發揮呢個義理。其實如來覺悟已經話俾我哋聽啦，真理就係當下。我哋要做嘅唯一一件事係咩咧？充分認識自己生命嘅障礙，認識生命嘅障礙，然後把我們的虛妄消滅，將我哋嘅虛妄洗淨，最後妄盡，真理就會呈現。所以求道係不在求真，只在息妄。減法咧，學佛就係減法，減法不是加什麼進來沒用的，減好咁第三呢個就係我哋一般講如來喺菩提樹下嘅實相之覺正入緣起性空，後世大乘佛教叫緣起性空。好，最後啦，呢個必須要提噶啦，冇呢一個覺悟，如來係唔會說法嘅。阿含經講得好清楚，如來本來係唔要說法嘅。但係後嚟佛經話梵天點勸請梵天勸請，勸如來你唔說法咧，呢個世界就永遠黑暗；你不說法，這個世界就永遠黑暗。所以佛陀點佛陀點慈悲心動，慈悲心動，決定住世說法，一說45年，冇如來嘅大悲，世間有冇佛教啊？如來就自己覺悟就自己走咗去噶啦，關唔關你事啊？關唔關我哋事啊？唔關我哋事。如來大悲之覺，說法度生。後嚟嘅佛經就好清楚啦，呢個係乜嘢啊？心佛眾生本無差別。如來喺菩提樹下感受到佢嘅生命同眾生係不可分離嘅，絕沒有一定沒有一個人成佛嘅事，絕對不會有一個人成佛嘅事情。所以一個人成佛，所有眾生一起成佛。後嚟中國佛教就要講呢啲道理啦，知唔知啊？咁點可以學到呢啲道理啊？各位點先得啊？係啦，冇錯啦，記住呢個答案唔讀書你點明啊？啱唔啱所以如來感受到自己生命同眾生嘅生命呢種內在嘅連結，佢不能不住世說法。喺佛經嚟講就大悲，以無數方便引導眾生。好啦，嗱，四種覺悟非常奇妙嘅係，如來呢四種覺悟左邊自由之覺、因果之覺、實相之覺、大悲之覺，分別通向大乘佛教四個根本體系，論成佛、論業力、
論實相，論救道。相應嘅經典如右邊所示，論成佛開兩條線，成佛嘅內在根基如來藏佛性嘅經典，成佛境界華嚴經。OK， 成佛兩樣因果，因地同果地。因地就係如來藏佛性思想，果地就華嚴境界。呢個就係如來最後成道成就絕對嘅自由啊！俾我哋睇到嘅成佛嘅呢個體系。因果咧好清楚啦，大乘佛教邊個系統講因果啊？唯識，亦即係瑜伽行學派啊，講因果業力。講實相嘅咧，論實相嘅經典係乜嘢啊？般若中觀啦，係咪啊？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點啊？一二三，照見五蘊皆空啊嘛。般若中觀係嘛？呢個就最高實相四個字，緣起性空。但仲有一個，頭先最後講大悲，大悲起動以無數方便救度眾生。呢個就係大乘佛教菩薩道建立嘅根基，亦即係《法華經》所講啊，以無數方便救度眾生，令一切眾生令離諸著啊，究竟皆得一切種智。呢個就淨土法華嘅體系。OK 啊，四個覺悟，開四個思想體系，出大成四個義理系統，全部可以翻去如來嘅覺悟嗰度揾到根據。係咪好重要啊？學佛就學呢四個系統噶啦。啊！由呢四個系統融會貫通，就出中國佛教。呢啲都係印度佛教。去到中國，又用另一種面目同你相見。咁點先可以搞清楚晒呢啲所有問題啊？各位，答案只一個，兩個字。好，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各位。記住掃描二維碼，讀書嘅答案喺呢度，報名嘅方法喺呢度。好多謝大家，阿彌陀佛。Q&A 好啊，Q&A 還有20分鐘啊，因為我們到5點才結束嘛。不要走啊！我跟各位講後面的 Q&A 才是最精彩的啊。那你們現在趕快有什麼問題提出來，我們袁教授可以一一的跟各位交流一下。我覺得你們很配合他呢。呢個係咩？因果呢個要做要點讀書，非常之好哈。好，來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來提問。剛才他所講的，乃至於你們平時在修行上或是在讀經上有一些問題，也都可以提出來。好，那我剛才發現他最後那個 PPT 那一頁那個救度那一行啊，最下面是法華跟淨土，對不對？你有沒有發現？他個字打錯了，他打成近視，打錯了，對，因為好，請問有沒有什麼問題？來，都沒問題嗎？線上有聽，我想我本來要講一句話，沒有問題就是最大的問題。沒滿台，線上有問題，有提問，線上有問題，您看得到嗎？應該可以。哇，呢個問題很長，問題很長。老先生，等，你先回答線上。線上，拿一張椅子來吧。我陪一下我們的主講。無常感，好，面好，大家睇到，我放大啲譬如，咁樣去咗一邊。無常感一個問號係咪問題啊？可能係一個感受嘅分享啦，咁我就當係。他是說分享什麼？他是無常感，然後一個問號。不是吧？他說不是很長嗎？有後面還有，後面有一直來。教授做，我陪你坐過來，我陪你。你坐過來，我安靜。他說簡報的圖片有很好的聯想，很罕見，意思是說簡報做得很好啦。他問教授可不可以結緣，問他可不可以提供出來。可以。他說請問有回放嗎？我們有錄影，而且接着我們還會做那個字幕剪貼。無常因果矛盾，來，無常是不住的意思，因果是流轉，並不矛盾，這是他表達意思。好，他講這個，請問 A 無故或故意去打死 B 也必須讓他自己處於無我的狀態，任 A 打死嗎？排除感化 A 之外，
B 這樣的最根本原因是什麼？聽到未哈？佢嘅問題哈。我用廣東話講一次嚇。A 咧就無，嗱我答咗前邊先，因果同埋無常。嗱，所謂矛盾咧，無常係顯示秩序嘅一個不存在，冇秩序，係嘛？而因果咧，好明顯係有一個咧秩序、規則、規律嘅意思喺裏邊。喺呢點上面有矛盾。事實上，無常同因果當然唔係矛盾。而且矛盾律咧唔係唯一一個咧去幫我哋理解佛法嘅一個思想嘅法則嚟嘅嚇。呢個意思咧，我平時講經都講得比較多一啲嚇。不過我簡單答咗你先，無常係秩序嘅缺失，冇秩序。OK， 不可預測性，明唔明白？因果可唔可以預測啊？因果可以。OK， 喺呢點上係矛盾嘅，但事實上佢唔係嘅。咁事實上唔係，點樣唔係咧？答案只有一個，兩個字：讀書。OK， 好嗱，嚟到呢個打死人嘅問題嚇。打死人嘅問題咧係咁講噶 ：A 無故或者故意去打死 B， A 去打阿 B， 打死咗佢喎。阿 B 咧就要處於無我狀態，任阿 A 打死，排除感化 A 作為 B 這樣最根本嘅原因是什麼？咁我就鼓勵呢位朋友 L 呢位朋友咧去讀《金剛經》。《金剛經》裏邊有一段就講呢個故事噶啦。如來當年仲未成道，仲係菩薩嘅時候咧，佢就喺森林裏邊遇到歌利王啊，記唔記得呢個故事啊？咁呢位歌利王朋友咧，佢就帶住一班宮女喺森林裏面咧，就係遊玩啊！呢班宮女咧就見到有個仙人，當時菩薩即係佛陀嘅前世啊！咁哇，嗰個法相好莊嚴，咁埋去咧就希望咧同佢傾下偈啊，了解啊。廣東話講對，你回答這個問題要看《金剛經》裏面有一個故事，是菩薩，就是佛陀前生叫菩薩他在森林裏面遇到一個很殘暴的王，叫什麼啊？歌利王。歌利王有一班宮女就跟着這個仙人去聽經，這個歌利王看到了非常的憤怒，然後把這個菩薩怎麼樣肢解 ，OK， 節自解啊。好，以是菩薩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菩薩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OK， 咁你問呢個問題咧，可能咧就同呢個故事有關係啦，咁樣。咁因此咧，我建議你讀下《金剛經》。OK， 咁呢個喺大乘佛教裏邊，即係大乘佛教裏面咧，就是菩薩一種隱喻啊。隱喻的一種修行 ，OK 隱喻的修行。不過可能這個朋友的問題是說，如果在現實世界有人要把你打死，你是不是把自己用無我這個道理來麻痹自己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反正是無我的。佢可能嘅問題係咁樣唔好咁戇居吧。陳教授比我要直接很多，唔好咁修行。我們說佛儒家讀書讀多了，變成佛呆，變成書呆子。我們佛教徒學佛也不能學成佛呆子，是吧？那這麼平白無故人家要打你，你還要自己處於無我狀態所以這個問題可能這個命題是一個偽命題啦。但可能他會遭遇什麼？可能他是在講說，一個人如果說進入禪定或是怎麼樣進入到無我，但是所謂的無我不是沒有覺知，無我是一個不執着，在一個空性的狀態所以這個是不是說你完全都進入無我，然後你打我，我都不疼不痛，也不是這樣子所以我根本唔會嘅修行嘅人唔會咁戇居噶，係咪先啦？咁如果咁樣嘅話，點解要修嘅？越修越分去，係咪？越修越蠢啊！越修越蠢嘅嘛。剛才袁教授講，我們是要開智慧的嘛。
好界定会议会来解脱嘛，所以大概啦，因为所以但不知道可能有一些问题，当然也是值得讨论啊。我们不是说对对对，那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先看问题，《金刚经》吧。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那个菩萨有问题的，现好，请问场我们先不，好啊，来，待会线上的再没有了，刚才都是这个問題，好上面都是這個問題。好，誒請問啦，咁多位教授，唔好意思，其實咧可能嗰個 QR code 會有答案，我都想預先知道，其實想報名個資格有冇年齡啊，或者學歷嘅最基本，比如一定有個學士啊，或者碩士啊先可以入讀報名啊，講報名資格。本科嘅話就你要有嗰個中學嘅學歷噶咯吓。如果你碩士嘅話，都要大學嘅學歷噶，都係一樣嘅 degree 咁樣，係啊。年齡沒有問題，只要大家願意學習的話，都是。但是我們這個課程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人這樣子。好，但我們是很鼓勵我們在家居士也可來多學習。其實你們在學佛法哈，大家都很精進啊。但是這裏聽一下視頻，看一下，學一點，對吧？這個知識都是碎片化的，沒有系統啊。如果你真的有像你們像退休了哈，有錢有閒了，來讀這個很好。因為你要有時間，真的。然後你這個時間你可以，因為你既然都退休了，好好的增進，一定要求道嘛。剛才袁教授講第一點，而且一定要多讀經教啦。那只要我們身體狀況好，當然錢這個不是問題了哈。最主要就是在這樣一個系統上的學習，你的佛法絕對是增進的，不只是你現在的情況，我敢給你保證10倍以上。而且都是在那裡，每一門課都是系統性，我們都是教授給你們開課嘛。剛才都介紹，我們都很好的教授，他們啊，我不是啊，不好意思，就是我們到時候會跟各位，就是會一直這樣跟的，但是我們一直在剛才強調本科4年，但是就是有一個實修的課程，那個很重要。佛法不能夠只是講啊，講的話就是知識的東西呀，你知識的話只是知識，這要知識轉換成智慧的話，就要去實修，就是要 practice。所以我們雖然是辦這個佛學的課程，我們是一個知識取向，但是我們也要實踐取向，這個很重要的。好，那你要來實修，你才知道。剛才也有介紹，我們有泰國的這一個，他不是只是教授，他是摩訶諸羅龍宮大學裡面的教授，他還是法師。他們裡面很多都是法師的教授來跟我們教這些禪修。我們當然我們自己大乘的禪修，我們自己也有開，種種的配合啦，包括我們的天台啊、華嚴啊、天台淨土禪宗等等這些課程。所以整個4年讀下來的話，你們有學習到很多很多佛教的相關的很重要的這一些背景知識啦。因為是本科，那這個就是很系統化至少人家跟你講說，剛才講到了那個為什麼要戒定慧，你也講得出來了在修行的過程當中，為什麼要趨向戒定慧而遠離貪嗔癡，對不對？不過是這樣子，那戒是什麼，定是什麼，慧是什麼，這個都是很坦白講，再談下去都很深的內容。這3學裡面就是戒學、定學、慧學，那再是分出去的。不外乎是這樣子講，剛才講禪定是定學，那持戒就戒律學，再來就是慧學。我們大乘佛法講求慧，但是不是不要定，但是以慧來解脫。所以六祖慧能講說，禪不用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所以他沒有叫你天天在那裡打坐，他這個叫做禪坐。所以你當下要，剛才袁教授說，你當下要隨時的去關照你的心行。剛才大家在聽課的時候，有沒有注意你的心跑掉了？那個就是我們大乘佛法非常強調，你在260中，在不管任何的境緣之下，我在聽課，你要很專心的在聽課，你的心沒有跑掉。我現在在講課，我很專心的知道我在講課，那個叫覺知，叫覺性。我很清楚，我現在手有這樣的比劃過去，你懂嗎？我很清楚的，我手這樣按住在這裡，你都要去覺察它。
你动作到哪里，你心要到哪里啊，这就是要训练这一些东西啊。好，你这样听起来你就知道哦，原来佛学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对不对？好，所以赶快来报名吧。好，来再来那边问题越来越多了哦，引发他们的兴趣了。对不起啊，我刚刚有一点晚点，所以你刚才说这一个course 呢，我不知道里面的detail，能不能就讲一下了？打个比方说，这一个是主要的就是教什么的，还有他那个有120个学分 course，很多很多的。我们刚才没有限，就是未来可以正式招生的时候，我们那个在刚才这个群组里面都会释放出来，就会知道这样的讯息了。是weekend 的课程还是晚上的？啊，啊，这个 course 哦，它是周一到周五都有，那有时候会看情况，会排在周末这样子。哦，然后就是法师去教我们，还是有一些教授 professional 我们 professor 教授还有跟法师一起搭配都有，哦啊，有些这些法师他也是博士，也是教授。 ，OK，嗯然后就是这一个东西晚一点 later 才有的，对吗？对，才会 announce，对哦，OK OK，对对，谢谢。现在还不可以，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算是审批过了，本科审批过，我们现在硕士还在跑审批当中。对，OK，还有吗？这边。哎，教授你好，你好，就是和那一位师兄所问的问题一样，因为我是教育工作的就是传制的，然后不过我对这个弘法利生的工作是很有兴趣所以就是想透过这个课程可以有一点这个学历智力去办，不过我就是担心这个课程是。full time 的全职，所以我要辞掉我的工作，这就是问一问是，是怎么是不是在part time 的形式举办的？好了，首先要很欣赏你这个弘法求道学习的心。其实呢，我们安排时间呢，会充分考虑，好像这位朋友的这个现实的条件尽量安排大家容易超出学习时间的空间来上课，也有一些网上的聊剧的安排因为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国内的出家人也会参与，不过我们是不鼓励完全在线上上课的，一定面对面这个学习气氛才有，而且你可以直接问教授很多问题。所以上课时间我们充分明白你的这个担忧，但不用太过忧虑，我觉得可以克服的，可以克服的有 assignment 要做吗？有的，有，才还有这一个 course 是多长的？对对，每一个 course 它就是14周嘛，3个学分嘛。对，然后4年本科读下来要120个学分，你拿到的证书是全世界公认的，是泰国摩诃祖拉隆功所颁的证书，你要继续到世界各地的什么知名学校去升学都可以的。对，因为对不起啊，因为如果打个比方说，好像刚才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退休的嘛。然后如果那个 course 里面可能不一定可以上堂的，对吗？那而且我刚才退休只是开玩笑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是打个比方说，如对果香港的学校呢，我打个比方说，你有 attendance，如果你达不到这个 attendance Of 的话，你 course，就也有 course，对对一定要 attendance，一定要比如说要80%，对对对， just like that。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要按照一般的大学的规定去操作的。不过刚才袁教授也有讲到，我们是 online 跟 face to face 是 combine 的，是2个是。online 的可以计算而 attendance。且因为我们的课程有时候会 offer online 的，哦，OK，它是搭配的，对对，搭配的。，OK，好，谢谢。一旦是课程的话，不管是 online 或是 onsite，它一定都要去登记有没有出席那个 attendance。对，可以吗？好像大家
对这个很有兴趣，我们都不知道反应这么好呢。好，那么还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不宜这样子这个拖各位的时间。下一场我们要广告一下，刚才袁教授有广告了哈。11月不是3月7号，我们蒲承宗教授的讲座是我们的课程主任哈。那下个礼拜你们会来吗？会哈，不需要举手了吧？好，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好吗？好，同一时间同一地点，3点到5点。好，我们下礼拜见。好，谢谢各位，好，再见，谢谢，谢谢袁教授，谢谢。